即马开始许多真侪学生会利用这段时间去做线工赚所费，劳动部也要提醒讲，做线工共款适用劳基法的保障，若总有劳资争议，拢会当向这劳工局来申诉。民间团体也提醒学生，就算是做短期的，也一定爱会晓拍这劳动契约，甲薪水、工作时间写好清清楚楚，也爱要求讲这劳健保来保护家己的权益。 7月学生已经开始向转，真侪人会利用暑假去做线工赚所费。根据劳动部去年针对工读生甲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1800件的事业单位的结果，违反劳基法的比率有24.89%，其中以无照规定付薪水的占上侪。有关注少年家劳动议题的民团就提醒学生，一定爱会晓拍劳动契约，要求爱保劳健保来保护家己的权益。第一个一定会有薪资嘛，你的工资、你的钱，那甚至是他什么时候给薪。 然后还有你的上下班的时间，不管你是全职还是兼职，那它上面基本上这3项都应该要明定的很清楚。对，那我们也都会提醒，就是说一旦你的状况薪资有所调整，劳动契约基本上还是要去做修正的。根据劳动部的劳检报告，违法上侪都是餐饮业，第2名是人力派遣和幼儿园，也那第3名是连锁的超商。民团认为，这个行业流动变化正紧，才要请短期的人力，可以用口头协议来取代正式契约。这嘛，抵数工时和薪水的争议真多，甚至违法。劳动部嘛提醒学生，就算敢若是做短期的，劳动权益保障甲一般的劳工拢同款，拢适用劳基法。若是有劳资争议，拢通向劳工局申诉。 时间单位上面，我们要提醒雇主的是，出勤记录必须记载到分钟，违反制备出勤记录的义务，会面临到新台币9到45万的罚款，而且还会公布公司跟姓名、负责人的姓名。劳动部表示，违规记录上多的多数拢是知名企业。部长洪新涵是呼吁这业者应当就爱尽社会责任，加强公司治理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、曾春游台北报道。